成語一箭雙雕，源自北史長孫晟傳，講述隋朝名將長孫晟射箭技術高超，僅用一支箭就射下兩隻雕，後來用來形容一次舉動兼收兩利。在護送公主至突厥和親時，突厥王見隋朝長孫晟箭術精湛，邀他打獵。當見到兩隻雕爭奪肉塊時，長孫晟僅用一支箭射下雙雕，震驚眾人，喻指一次舉動，同時達成兩個目標，譯作一箭雙雕。例句：這場演講一箭雙雕，不僅宣傳了新產品，也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形象。